官渡打唔死袁勝，點解1年之後佢全家絕種？《三國演義》話官渡打完袁紹就玩完，但正史《三國志》入面陳壽記錄嘅真相係官渡只係傷筋，沖庭先係斷骨。上集講到官渡之戰，袁紹百萬大軍輸到一無所有，逃回河北。但袁家根基未斷，四周之地10幾萬殘兵，滿重糧草。點解短短1年袁紹吐血報誓，袁家滿門被斬？今集講嘅係袁紹點樣輸唔起，忍唔住傾盡家底打倉亭，全軍覆沒，死後3個仔骨肉尚殘。長子袁噴竟然主動引曹操攻入自家地盤，真正滅絕袁家嘅唔係曹操，而係佢自己嘅3個仔。好多人俾《三國演義》呃咗，以為官渡一敗，袁紹就鐵底冇得翻盤，大錯特錯。官渡打完袁紹，仲手握河北四周10幾萬殘兵，滿充糧草，根基完全未斷。佢本可以休養生息，穩守河北，慢慢拖死曹操。但點解短短1年佢直接吐血報仔？點解曾經最強嘅河北袁家，最後滿門被斬絕種收場？今日第17集，同大家講透春亭之戰，呢一場先係袁家真正嘅墳墓。上一集我哋講官渡大戰，袁紹手握10倍兵力，天湖牌面，硬生生自己打爛。但我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，官渡只係傷筋，倉亭先係斷骨。當年烏巢大火，前線潰敗，袁紹並冇就地陣亡。佢帶住殘兵拼死突圍返河北大本營，呢個時候嘅袁家依然坐擁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并州4州之地，人口、兵員、糧草依然碾壓當時嘅曹操。曹操打完官渡其實已經打到極限，士兵疲糧草，張晉根本冇能力即刻北上追殺，換任何一個冷靜識忍識守嘅諸侯，呢個時候一定係堅守休養，整頓內部，等自己回血，再同曹操慢慢博弈。但袁紹最大嘅問題嚟啦，佢輸唔起，亦都忍唔住。一世雄霸北方，從未輸得咁難睇。官渡一敗，名聲盡毀，顏面掃地，軍心動搖，世家離心。袁紹日日失眠，鬱結在心，腦海入面淨係得一個念頭：復仇。我一定要翻沖庭打翻曹操。為咗扳回一局，袁紹做出咗一個直接葬送袁家基業嘅決定。佢唔理帳下謀士勸阻，唔理軍隊傷病黴夷，強行徵召河北全境，青壯將手上最後精渠、最後家底，一次過晒出號稱20萬大軍，再度南下黃河同曹操決一死戰。好多人以為袁紹蠢，其實佢有自己嘅賭法。佢深知自己年紀咁大，已經冇時間慢慢經營。如果呢一仗贏得返，佢仲可以重奪主動權，繼續雄霸北方。如果輸，就當做盡一生基業。但佢萬萬想不到，曹操早已今非昔比。官渡得勝之後，曹操收編大量降兵職嘅軍資，最關鍵嘅係佢揾到咗克制袁紹大軍嘅絕殺戰術——十面埋伏。以往對戰，袁紹兵多將廣，正面衝五從未衰過。但今次曹操唔同你正面硬剛，專門利用沖庭地形布下層層埋伏，咁唔將攀大嘅袁軍一步步分割包圍蠶食。開戰之後，袁紹先係小勝幾場，稍微扳回顏面。正當袁軍士氣回升，全軍衝洪之際，曹操伏兵進出，四面八方全部係曹軍戰馬刀兵，喊殺聲震天動地。袁軍頓時大亂，士兵冇辦法組織反擊，只能四處逃離。呢一仗先係真正嘅全線崩潰。官渡之戰仲有部分主力可以突圍保存實力，但倉亭之戰，袁紹最後嘅精渠直接被曹操殺到幾乎團滅，是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河北積蓄多年嘅精兵強將，一日之間鐵底打空，親眼睇住自己一手大大嘅軍隊全軍覆沒，一世霸業化為泡影。袁紹當場氣到心口劇痛，一口鮮血直接噴出。呢一吐血從此一病不起，帶住無限秀才、無限悔恨。袁紹狼狽推回冀州，周藏養病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以為冇錯咧，袁紹輸晒殘晒，袁家準備滅亡。但最恐怖、最荒告90%觀眾唔知道嘅真相，而家先開始。真正滅絕袁家嘅根本唔係曹操，而係袁紹自己嘅3個仔。袁紹病重臥床，冇力理政，袁家嘅權力真空即刻出現。佢3個仔長子袁咩？次子袁熙，幼子袁尚，不單止唔團結守業，反而即刻開始搶權內鬥。本嚟按照古制父死子繼，長子繼位，
袁丕先係合法繼承人，但袁紹生前最中意個樣貌俊朗、性情溫順嘅幼子袁尚，將下眾臣審配逢紀，為咗撈取擁立之功，私自偽造偽郎，擁立袁尚繼位，直接將嫡長子袁柏排除在外。呢個操作直接引爆袁家內戰身，為長子嘅袁柏手握重兵鎮守一方，眼入啦，窮住自家小弟搶走自己江山，點可能忍？即刻自立為車騎將軍，拉勒國圖一派謀士，同袁尚鐵底翻臉對峙。好一個河北袁家各有大敵，曹操虎視眈眈，內部竟然一分為二，自家軍隊互相開打，兄弟反目兵戈相向，打得冀州城內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。兩兄弟內鬥足足1年時，互有聲呼應時僵持不下。呢個時候出現咗三國歷史上最離譜、最凌遲嘅一幕，打輸咗嘅袁彭竟然走投無路，主動派人聯絡死敵曹操。佢話只要曹操願意出兵幫我打低袁尚，我願意獻出城池歸順曹操。大家冇聽錯，袁家長子為咗爭奪家產，竟然主動引狼入室，邀請世仇曹操攻入自家地盤。曹操聽到呢個消息，睡夢中都會笑醒。本嚟仲要花幾年時間，死無數士兵先可以慢慢吞併河北。而家袁家自己內鬥，自己送門。曹操即刻順水推舟大舉出兵北上。曹官一睹袁尚，瞬間潰敗，棄城逃亡，投奔二哥袁熙。曹操坐收履歷，輕鬆拿下冀州、青州。袁家百年基業鐵底崩塌。後續袁彭想反悔獨立已經太遲，被曹操迅速剿責，堅守示眾。袁熙、袁尚兩兄弟一路逃亡，去到遼東寄人籬下，本以為可以苟活保命，點知最後被公孫康設計斬首。兩人首級直接送俾曹操領賞。曾經雄霸北方勢力最強、門第最尊貴嘅河北袁氏，就咁樣滿門盡滅，鐵底絕種。今日我哋回頭睇全程，先至發現官渡之戰只係斷佢兵馬，沖庭之戰先係斷佢根基，而真正鐵底滅亡袁家嘅，從來唔係曹操，而係袁家自己嘅內鬥、自私同失操戈。袁紹一生最大嘅悲劇，從來唔係打輸一場仗，而係佢自家無方，教子無道，一世英雄，最後親手養出3個互相殘殺嘅仔，將祖宗基業拱手送人。好多人睇三國，只見勝負，唔見人性。袁家嘅覆滅話俾我哋知，再強大嘅基業底，不過內部分裂；再雄厚嘅家底，經唔起自相殘殺。睇到呢度，大家覺得袁紹最可惜嘅係輸咗戰爭，定係輸咗家庭糾葛嘅？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鍾意拆解三國正史冷真相，唔講口水劇情，記得點讚訂閱。下一集我哋講曹操拿下河北，統一北方之後，點解瞬間膨榮，執意南下赤壁，迎來人生最大滑鐵盧。睇到呢度，大家覺得袁心最可惜嘅係輸咗戰爭，定係輸咗家庭糾葛？曹操拿下河北，統一北方之後，實力獨步天下，隨即整頓大軍南下豐州。曹操點解瞬間澎慶，執意南下赤壁，迎來人生最大滑鐵盧？到底發生咩事？記得訂閱，開埋小葉燈。下集跟住陳壽史官拆解赤壁之戰嘅正史真相。鍾意拆解三國正史冷真相，唔講口水劇情嘅老友，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你覺得袁心最可惜嘅係輸咗戰爭，定係輸咗家庭糾葛？我哋下集見。